哦，这个叫茅草啊，哦，茅草啊，它那个有香味呢，绿草香，这个是茅草香茅，香茅的根会不会味道比较浓？蚊子怕香茅，这个有香味的茅草，茅草根很像那个芦笋，像那个芦笋嫩嫩的，还没有晒到太阳，还没有变绿，绿色之前白白的。 像筷子那么粗的，哦，那个香茅，蚊子怕香茅的味道，怕茅草的香味，还有怕薄荷，还有没有怕艾草吗？还有怕什么？我忘记了。怕薄荷，特殊味道，怕那个香茅，到底还怕什么？ 以前都知道是怕那个艾草，